亮嘛，改东西几块，算进去了，真的，他都已经这样。挑战时间，好嘞。不是我会逼吗？妈，哎，你制作在选 B 啊 C 听听，不卡多你都会注卡斗哈，里面有天数的，天数中嘛给，很快。自己爆料。妹妹姐，哎，就因公公你动球翻过阿舅妈吗？妹妹懂会做泡菜，而且感觉你有卖烧酒。做啦，纯肉的 choice 等级，你的餐车会不会用太好了？好玩呐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玩。你做生意係為到好高啊！最基本的企業的當地三餐小吃，睡觉又可以抱抱，又很温暖。現在上了年紀不敢了，只要買孩子媽媽煮的都好吃。今天的就特別好，主動播貨反去。好嘢，客家獎金來吃管喽！唉，哪一天就安充嘅火用味，係咪你？免挨，確定呢？哎，火用味真勁哦！看有選 P 懂係嘛？但你今天喷香水还不错啦。哎，你们你真给黑蓝色火焰跟红色小火焰的笑皮来嘞哈。黑讲用温度来看吧，蓝色是比较高温的。哎呦，虽然两处哦都系来自我故乡土然啊，不过其中有一组哦，还冇强用哦，记得会演绎嘅客家人哦。他讲记得味道今面的比赛，两处吼都是使出浑身解数都练出来，还带来记得菜题特色美食，不然你会品尝非常期待哦。真劲哦！啊，你凤翠呢，数年数称啊，吼，就咩10分厉害，做下嘅料理嘅经验呢，已经10分9嘅时间呢。哎呦，比 Annie 梁沙都还台哦。资历很资深啊，资深姐姐。先来分享到 Annie 嘅阿生曾师傅。感谢朋友大家好。再过来分享到係李志溜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溜。分享到你鳳翠嘅潛水站係來自桃園龍潭嘅兩公婆哦，吳家福大哥還有黃妹妹太極。歡迎，大家好 Hello， 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底下張好大嘴骨哈，客家啊，對一下。哎呦，稍稍嚟看一下。把欠倆嘴，強落係類似突然起嘅，記得係阿哥鬧到太強效，記得係穩會強穩冰冰。歡迎。係到龍潭區嘅剃刀糖，哎呦，唔會鹽啦，是咧有個芝麻口味，個鹽水嘅口味。芒等你小嘅，其實是真對唔上來咧。唔會鹽牙齒，唔會鹽牙齒嘅，係到個名產哦。哎，那這很適合我外婆吃呢。係肉魚我外婆帶甲。所以牙齒也是唔會有。鹽到牙齒哈，真好。你妹子當妹做菜，桃園龍潭人都啲，錯冇？感謝。千妹做嘅係咪？係啲客家菜，全部同豬腳，哇！還有嗎？咁還有紅燒肉。啊，個青後生，我家父狗就啲，佢有時係因為睇醬也睇唔做菜。對，兩行都有。我講吧。共生存。點解唔做人？風吹嘅字條通，是果日後冷脆，咪就帶好些來了。為什麼？這該不會就是印尼的？对，嘎鴨吐司。我超喜歡！而且敢踢吧，看到改鴨吐司怎麼可以這麼厚？哎，你剛剛是有喉音哎。對，因為我吃到都是薄的。來，吃看。這個太高級了吧！改鴨吐司要配那個蛋嗎？配蛋或是配狗餅？哦，狗幣。对，狗餅。那要可以配狗幣歐嗎？哦，可以。哦，配狗餅歐比較搭，因為沒有味道，就是不甜。較甜。印尼客家人到台灣，也到台灣上班嗎？因為從細到台灣太陽。我台灣出世。哦。特別愛吹印尼出世。啊，你梁沙馬沙係阿哥，馬沙係老太。亞太。哎，其實基梁沙講嘅客會撈台灣人都這樣強哎。對，聽說還有人做什麼文創品牌嗎？哦，插畫設計師。藝術家。怎麼沒有帶來展現一下動口先呢？對啊，要走兩三幅。哦，昨天不是還要看一下嗎？他唔識。不可能把你哥畫上去吧？你為什麼要畫你哥啊？這我應該放在這個。兩位之中有一位做餐車的是阿哥。哥哥。係哪一種的餐車啊？美式餐車。我覺得你們可以做這個咖椰凍貼片，因為人家學落去熱係嗬，台灣簽到兩種梅。跟我識到係冇共用。冇共用嘅。加咖椰用加春芒加香蘭做嘅，台灣高手要識到。
哦，非常好吃。那也可以其实带落去好食的，相信哦。等一下，你唔会差到那一片。而且他的全部都会又坐餐车啊。他又把吐哎。大家就一边舟车一边发吐。他没有准备这个。准备吗？没有吧？那个盘子拿走的吧。第六景点又带落去好食的，等一下先来小试身手也好好嘞。没问题，先来金行体育馆嘅 PK 赛喽。向前变看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嘅方式来考验凉水料理嘅基本功有几深，还有对食材嘅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福卡人之间嘅团结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緊張了，今日嘅 PK 賽呢，也嘅呢考驗大家嘅默契。嘿。緊張了，應該係講你。我準備好勢咧，我準備好勢。另一關我求大家就係群英勇辦公。我另一擺下挑戰係講哦，因為等下可能會要贏你下擺。錯。所以我也不一定猜得出來。那我們就先來決定下，馬上我先來講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好。好，你先。好，我先來，我等下要3分鐘的時間。好，恁等來搞，我攬住先來搞。那3分鐘以後，看馬莎團的題目卡到，是做得到幾分？冇問題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題目上的字總得講到哦。好，大家下來攬住請就位。你攬住排出的係邊來做講咧？加油了哈！好，攬住應該都準備好嗎？好嗎？可以，有兄弟之間的默契吧？有啦，不會剛認識的吧？準備好誒，馬上開始。兩隻是青色的、葱葱的。西內瓜、小黃瓜，細細的。細細的。蔥兒、韭菜、黃瓜。再來。細細的。係瓜嗎？係瓜嗎？是不是瓜？長啊，用心。對。尖的。蠻貴的。薑對哦。對。滷水。好，下幾題？也係青菜兩隻是。不要來唱歌。好厲害！兩隻是水果，白加牛奶粉色的。木瓜。好厲害！兩隻是實在是袂食的東西，葱的。吃素的，然後長的，2個字。一段。唔係，長的，加酸菜做下。豆腐乾，唔係酸菜。他已經講到重點了。葱啊，因為切一團。甚至很愛做。你快走出我們的鏡框了。第一個字想，第一個字。第一個題字扎是面。對。題你扎是面扒盤，面蔥。下一題。中藥。兩個字。兩隻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中藥。八角，下幾題？很厲害，兩隻是按多東西，特別咧眼門。按多些。傲嬌。按多。挑食。對。下幾題？幾多隻？兩隻是中藥。被波痛被變布的。挑絲。中藥。蒜挑。分開講。可以有跳過哦，有一跳過，下一題。3個字，我喺超商買啲東西，但係跳人的。3個字，茶葉蛋。好，下一題。但是現在不是10塊了。兩隻是海鮮。螃蟹、蝦子、龍蝦。下幾題？好厲害。下幾題？幾多隻詞？4隻是炒菜，豐嘅偏泡料，加辣椒。4隻是會炒。幾分是炒？蝦加炒妞。甜酸酸的東西，甜酸的。甜酸酸的。甜酸的炒的。湯炒甜。拍粉小拖。你算。糖醋排骨。好，下幾題？幾多隻？兩隻是初一是唔是題目我歸幹嘛解？面筋。下幾題？幾多隻詞？吸管。珍珠。珍珠奶茶。下幾題？兩隻是7、3、雞。母雞。兩個東西。時間到。雞塊。有，1秒而已，這個算進去了，真的，
真的啦，他都已经这样了，挑战时间，他都这样了，挑战时间吗？好啦，计算一下，我们先放轻松好不好？好，先来看一下男吹家下嘅成績啦，總共幾多題咧？11題。冰冰很厲害。真勁到。我覺得冰冰她以前一定有在兒童台做過哥哥。不是，而且我發現 T100哦，來賓真的比主持人會猜。激動厲害，他連糖醋排骨都猜到。哎，這個厲害呢。太厲害了。雖然應該好好點點冇講話，但是他的點小，然後語出驚人，每一題都是你擊中哎。怎麼那麼厲害？兄弟的默契。哦，厲害厲害厲害。好，來攻守交換。哇！前幾冇想到藍水做得得到11題哦，你看下風水，你一下吼會緊張冇大家？500，但是家福哥500，哈，500，佢結婚幾多年呢？哦，46年了，46年了呀。家福哥經驗 OK 哈，做得加油啦！好，稍稍來看一下風水嘅表現，比賽請開始。幾個字？2字啊。你個持足的時間，跟擘個最好用，跟太太主導，咩用嘅東西？咩用嘅東西係食嘅東西？姜嘛，我配埋嚟。肉粉嘛嘅，肉粉嘛嘅。好，下一題，第2字。好。你啊個豬肉啊，我老擘個最好吃的。泡菜。有種麻茶。下一題，落水田。幾多字？落水田要捏的時間，我帶埋嘅。對，立馬。對，下一題。好，下一題來幾個字？好來3字詞。啊，3字詞。擘個菜。講到菜咧，講到菜咧。下一題。哦，下一題2字詞。2字詞。一做嚟講海產。啊，一做嚟比同度嘅個海草。咩？乜嘅色？佢水會打開來，煮啊都會打開來。嘿，錯。好，幾個字？長長叫嘅個菜，我都擘個菜。叫菜。好，接下來下一題幾個字？可以哈。過來2字詞。啊，給鵝尾牆那個擘個整出來。廚房。沒錯，廚房啊，廚房。好，幾個字？對，這個他猜對了。哦，你啊，擘個東西。幾多字？2字詞。哎呀，擘個東西用嘅。個鹽香誒，民族可以出來。個足度誒，個生出來。做出來。另外一種講法。做出來。沒，不會做出來。再找誒。這是順乾。好，下一題幾個字？點2字詞。點點點。換擘個糖，爭佢。講到痛咧，下一題。幾多字？3字詞。擘個面嘅鵝尾嘅我諗擘個，佢會傳得出來嘅擘個。勝嘛，主勝嘛。對，錯。下一題。下一題幾個字？幾多字？嘅2字詞。2字詞。你最愛的啦。做是擘個字。錯，下一題。幾個字？再來。幾多字？2字詞。2字詞。有人講，我6。朱聰，你要露骨啊你。有層次，有深度啊！家福哥剛剛清一下喉嚨是。好好講，你說我會 B 嗎？媽，你是都在選 B 啊 C 聽聽。有人講，我6番瓜，4廣東嘞，下一題。3字詞。見到。哎，其實你懂厲害，而且家福哥真的厲害，他有頂住壓力，他有。咁加主持人，加主持人。哦，你看下最尾嘅選擇，藍水計下係11題，不過風水未當厲害哦，係8題。哇，其實8題都真嘅沒懂厲害。係啊，8題是在溫家兄弟來之前的最高標。對，現在已經是這個75%以上的人，真的哇，非常家福哥厲害，幫自己鼓掌一下了，非常厲害。所以給你的2項題沒動厲害。有1回也可以得到1分吧？哎，沒有哦，我們就是遊戲不是這樣玩的。下到分數概念，就得得到1分，恭喜藍水。開始間呢呀，先小可休息一下，看一下叫咩啊？子龍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留睇起間分享咯。主廚素滷菜。
今日阿子良師傅呢有帶來冇做過嘅料理哦，唔過呢睇起家底要認真來看呢，因為大家有機會做得加一份，唔看連木樣都帶起來嘅，我養啦哈，大富哥，來菜名係乜嘅？秘製米粉丸子。哎呦，哦，秘製來，主要材料有蔥誒，個也開菜，個開洋，個也香菇，也香菇老開洋啊，有白有啲炒過嘅，個也麵粉，素薯粉。個要炸嘅米粉，個泡過水嘅米粉，啊個切鹽叉，也係黃豆醬，也係香油，個也卵，個也高牛。好，也其實係梅州客家一個傳統嘅菜，真係因為佢都客家人較勤儉嘛，所以也米粉炸嘅就唔會倒退，然後做也用菜啊。一米粉先嚟炸過。哎呦！現呢嘅客家人會食米粉嗎？有。未有哈。我那來鋪錢嗰個下手啦。係啊，冇可能。一下是變安泰咧。嗰日應該係等下來提升口感而已吧，嗬。一等下我嘅東嘅醃油來，等下我試三關咧。嗰樣啊，一開出嚟先，然後俾人水啲會燙嗬。哦，叫出來那來燙唔會變污哦。唔會。這樣甚至做這個會不會大材小用了一點？要不然你去做。我真的可以幫忙。不會。這個很療癒哦。對。比較。哎呀，然後一個東西攪香下嗬，哎呀夠妙。雞油啊。凍油也係它越油越好。好。嗰個炒過香菇。還是要主持哦。嗰個炒過太陽哈。攪香下。攪香下，嗰個切一些蟲嘅落去。這個是不是有點像板椒的料啊？做像用鹽嚟樣嘅。家福哥，想會搞嗎？那起款來來，主持人表現就好了。我太多表現了。金公司嘅米粉落來。嗰個要素薯粉。素薯粉我加到暗豆哦。嘿，增加加個鹽心，過來攪嘅。所以做丸子一般來講都會加素薯粉下豆。有人加素薯粉，咩有人加嘅種嘅片粒粉，攏有人加。但係因為素薯粉嘅米細粉會較好。哎呀，麵粉嚟倒下來。加米粉的丸子我沒看過呢。啊，兩個你形容辦上出兩道菜啊？研究嘅梅州嘅客家菜有嘛？哦。其實你一邊鹹菜乾咪做得呢？學出來梅州嘅沒有鹽標，但是嘅梅州嘅嘅一種做法，佢就只有米粉，然後香菇個開洋，就係用嘅清潔嘅人方式去做。哦。看起來真係唔錯嘅米粉呢。它是米粉嘛？哈，黑咯，確認過眼神，真的很像椰子，所以米粉沒走在那裡狗散罐呢，就不是用麵包粉呢，替百看到嘞，大開眼界嘞。哦，不是，都唔係做咩係人用米粉來過三關？我見咩叫做係用整呢？哦，用整呢？啊，當然一樣啊，攞去改良用炸。一個印尼最有名嘅客家菜係乜嘅？講嘢點樣食咧？兩條腐。香豆腐，對，兩條腐。一過三關嗬，一千呢關就會加下炸米粉。哦。所以一加米粉唔會打爽，你油嘅我卡油嘅，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炸過，安尼就唔會打爽。唔過一定要先泡過。一係捱做嘅方式啦，你講像叫做嘅梅州嘅做法，嘅係直接將嚟浸水落去，都叫做用整嘅。係咪炸過嚟？用師傅較香。當然啦，做較香啊，炸解。無香用嘅蕎米啦，無香嘅蕎米哦。就揾無香用嘅感覺食法。就有層次，就像人家老公那樣，有層次，有層次，有深度啊。家福哥剛剛清一下喉嚨是，有聽到對不對？好好講啊，好好講啊。我養下來一邊係炸嚇。溫度會高冇一樣？差唔多在180度左右誒。好，來嚟，哎呦，一個基本嘅題目，客家諺語講生時適量豬肉食，養過產後一條豬，係乜嘅意思 ？A. 孝親要及時 ，B. 不要虛度光陰 ，C. 做人要守信用。哇！
好，先莫讲哦，先莫讲出来。这么那个，而且猜他们都直接举手递答案的呢哦。争取答题权，好不好？一组拍一傻的猜拳，冰冰跟美美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冰先线。哦哟，亲要及时。今日有俩几年语系吗？冇。那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看家己是嘅，上帝是本期做牛舌，杨国基就是本期一条猪拜拜。很有道理啊！你客家人的精神。而且哦，一喊菜嚟输，这个对机下好啦。先讲你过信日后，你要用盘桌。系啊。那我们红队呢？要没直接是不行了。那我跟你讲，答案有可能就不一定哦。来，我要同款 B、R、C， 所以老时间有关呢。热挑。有三市场和古数与老时间有关嘿。古数不会是 B 吗？唔係。哎，你这周再选 B、R、C 听听。你喺度講啊，做唔到先 A 啊。B 也有可能啦。那跟形容冇關係。家福哥都冇講過呢。很多要先我一樣，還是聽孩子媽媽的話。聽老婆的話。好，冷水上嘅先係 A， 風水上嘅先係 B， 正確嘅答案係 A， 孝親要及時。用起冷水就叫一倍。这句话呢，要奉劝世人，趁长辈活着在世的时候多尽点孝道，一旦长辈去世才来大事不成，也没有意义。敬畏孝亲要及时。哦，讲係友好啦。对，冯队，我们刚才是猜对的，要不要分我们一点？你说肉圆吗？可以哦。好呀，大家呢，你要多磨寒的时間，喺一邊呢。你怎麼知道我們都磨寒？喺邊大家通過在大事鋪陳哦，切好嘅，然後嚟附帶，要大家切菜豆腰，有嚟調醬料個黃豆醬係咪有豆腰嘅？哇！要切過嘅，有嚟調醬料哈。千百看到要嘅切點菜樓要嘅黃條絲，切點菜樓黃條絲，嗰個一些調油。過一些酸吃來處，一些酸酸鹹鹹的。哦，這個沾水餃感覺很好吃呢。一些酸酸的，不會香油。哦。大家有試過安用嘅醬嗎？冇呢。青色。你的餐車都會到哪一邊哈豆啊？你是推去哪裡？通常去一些活動市集。哦，音樂季之類的，下次可以推到電視台門口，我們會支持。他已經大家都要排隊了，不用我們支持。要炸好誒，就來一點點不用爽。哦，凍醬哎，有留一點味給這個秘製肉丸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哇，凍蝦哎，色香味俱全呢。沒有，那孩子的媽媽都說讚呢。係呀，口水流下來喲。哦，那去收魚咯喲，收爛哦。好嘞，今日秘製米粉丸子，按鈕就好食咯。这种师傅做的一个呢是特别的秘制的哈，芒色色糕嘅，睇起来吃看呐。好，过2次梅煮嘅客家菜来哦。哇，安太厉害不？这个姜嘅香味我真的哇。哦，是的哦，按时按小。好酥脆哦，外酥内 Q 起来，安用天呢。140度按好食的亚种的料理。懂油 Q 干嘛？嘿，又香又好食，又有饱足感，好脆脆的，好吃。印尼跟梅州的客家料理可能冇買強用，大家醬很好食。師傅嘅醬味凍厲害，嘅風頭啊，還有麒麟叉啦，哎呦，加起來絕配。真嘅，先吃到嘞。其實這個醬料是都懂下飯那種感覺，而且很開胃。底肚呢大概9層塔味道很強烈，我自己非常喜歡那種味道。然後再來是底肚有大概黃條醬，哦，本於甘甜都好食。好，古時不卡係講有黃條醬嘅話吼，即係做到到邊巴，做得拿來搞下嘅前菜。係啊，嘅下輩嘅叫菜大家都食到冇？冇怪嘅
行来问讲师傅，怎么给莫纳落去泡？它这个水分哦，就会让个上背当个给染了。 完全做这个很明显的对比。对，师傅也把做研究成功。恭喜你研究所快毕业了。等下还家哥有时间慢慢的来品尝哈。不过呢，也下个比分呢，凤翠，你继续加油，一定做得出条田呢，好不好？加油！马上来进行最杯谜语馆的挑战。我卡多你都会注意他抖哈，里面有天数的。 天数做嘛给？很快的，自己爆料。妹妹姐，嗨，又因讲你当场看过阿舅妈吗？你还没当过做泡菜，而且感觉你有卖烧酒。做啦。最喜欢那几月的当地山川蛇蛇。睡觉又可以抱抱，又很温暖。现在上了年纪不敢了。 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段只听嘅题目，第喊听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關鍵關呀嘅家家出好菜，看到呀嘅所謂想嘅出來，看下我來變乜嘅好料咯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好，張哥哥。嘿嘿，就係漢堡菇。哇，漢堡菇呀嘅嗬，甚至師傅都啲啊，佢特別記住留嘅漢堡菇呢，都幾變種㗎。佢寫出嘅料理地位哈，對，有12道都有漢堡菇。對，然後佢直接變咗數十隻嘅干貝。對，非常高級寫出來，譬如講，佢要買個雞絲啊，都可以拿來做浪盤。唔錯，漢堡菇有個營養清度。係啊。前兩門看啊，哦，你鳳翠點樣用呀漢堡菇來做變化？菜名係乜嘅？金沙漢堡菇燴麵。哇！嗰時你冇用麵，係用漢堡菇煮麵。四台啲。係，自己嘅口感像麵那樣。甚至先分3分。係哦。對不對？他就金沙啦，漢堡菇本來是好朋友啊。係啊係啊。好哦，最杯麵館的啦，哈，剛剛呢你小口誒，數一細細聽聽，最杯麵一條羊轉來，好，目鏡都帶起來變嘅哦，最杯麵館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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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帶來嘅嗰種變化，用哪隻特別之處來紹介一下。係，一個最強做嘅就係漢堡，今年我用杏鮑菇做3種口味漢堡。安島杏鮑菇3重奏，哇，該不會是音樂家？所以3重奏嘅部分，就咧略大家講一下嘛，是哪3重？仲有嗰個日本嘅燒烤醬，大家嘅鹹蛋黃的沙拉醬，跟印尼嘅嗰個冷浪牛牛醬。哦，所以有對方的鹹蛋黃，也有我們客家的嗰種那個。秘製的那個醬，韓國就引一個體set，然後又是自己的專長漢堡，我們真的不能下手太重哦，好不好？水母魚罐，向送來走，來水母魚罐有信心嗎？有，好，兩兄弟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曬了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了！加油加油！你看妹妹姐哦，真緊哦，認真來咧。而且我發現喎，咪咪治療家父個喎，佢種曬普通當溫柔，冇多嘅嚴格誒。你看，哇，愛的料理，我們來看一下。你咪是唔當有耐心呢？係啊，一樣啊。你教家父個切菜就像教小朋友強嘅。哦，你有冇按向人老公？係啊。哦呀，老公佢責任天啊，所以哇，對佢較好啲。係嗬。係啊。好。啊，改良時係用慢認識嚟。我行啊，做面食的。啊，路紅哦。係哦。過馬路嘅嘛。然後手不小心碰到一起。這方面哦。根本伊個上班嘛，你上到嘅咧。孩子的媽媽。你知道她叫美美哈？嗯。你平常時用嘅很緊呢？孩子的媽媽。你都底下做了漢堡菇嘅麵，還會攞去切過嗎？也係就安樣。冇做安樣做的。像板條咁樣。像係呢種較大條嘅麵有冇？炒起來這樣較長，係。所以這個有叫刀削麵，對不對？係的，有這味啦。不過
挑到妹做嘛个要先去切剔呢？因为哦，佢嘅人咧头啊，佢头咧颜色吼，佢色无强样啦。哦。无强样哦，佢煮落去看到佢有白白色色无嘛强样，所以人哋那切剔。啊，后背咧吼，切剔一滴咧点点，安尼泡下好泡安样。哦。木卡都你都会煮卡多吼？佢没有天数啦。 天数做嘛给？很快，自己爆料。帮厨啊，哦，我没有当监厨，我当帮厨。帮厨没有当监厨。天宽没咁简单呢。你用啥感情浓厚诶？好的感情都带有牛鼻丝哈。秘诀来讲。较怪掉的男人，较怪掉的如何？第3年会用啦哈。对啦。不想。你用啥都会马上用下到。我们4年级就毕业。嗯。我们在这今天是问不出任何答案的。但是看得出来，你用啥感情真紧又好。真嘅，真嘅。先帮你皮聊一下好吗？好。等下都转来啊哈。我们可以准许牵手的哦。好。他要跑东西。谢谢2位主持人啊，师妹。 好香哦！来，大家来看一下，你来走胜利，我们开门大吉了。丁丁刚才不是说画画吗？对啊，正在啊。所以你负责的是嘛该？丁丁，变面包。哦，现在是低温慢烤。嗯，但是你办到公斗串插地步的哈，是不是都是铁板的这种？还是你们也是用电磁炉？就煎台。研究的豆管啊，用香的平底的。 你用啥来收面啊？老马上好改。爸爸妈妈也阿公阿婆。比较好诶。真的？爸爸妈妈都会客家人吗？嘿。但不卡地度都会是客家菜。客家菜加印尼菜。哦。印尼菜应该不是食过呢。它是特色是酱吗？还是酱？还有按照很多种香料的。哦。对，就是不同的香料。咁細家做嘛會嚟到台灣食飯？ 爸爸妈妈提的，我们不能突出。哦，所以是你的问题。还没出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等一下我做汉堡是哪一种的汉堡呢？馅料有嘛改？有日本的酱。除了酱呢，刚好有小改狗。我们看一下肉饼。那是用每个牛肉自家做的汉堡牛。自己做的汉堡肉。手打汉堡肉。哇，那有调过嘛个料吗？冇，就原味当牛肉的鸡。等一下，你们煎的杏鲍菇太漂亮了吧？剪到什么冻浆哎？对啊，见到紧跟就好看了。那这个在你的餐车有买吗？也有，也有包大概日本的酱。哦，哪一个是日本的酱？这个特制酱料，烧肉酱，烧烤酱。然后俩就是银叶酱。 然后这个是竞赛酱，你那个银叶酱会冲给拉萨吗？它另外一个名称叫人当牛肉，人当，台湾翻叫人当。你们有用过吗？可以给师傅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它是印尼然后国宴菜，真的哦，对，很像有点咖喱的味道。对，因为它很多红咖喱10几种香料，然后可以揀這種嘅牛做下做，你可以用海鮮，也可以用牛肉、雞肉。 对，但是你说抓腌还是就是炖，然后但最多还是用牛肉。所以你要蹦汉堡就挺动好些。哇，那你太厉害了。那我大胆问一个问题哦，你今天除了夯那面包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分工哦？他回答问题。好，这也很重要。他们刚才那个你说我才已经回答那么多，是不是批的？对啊。好，先帮你准备一下哈，等下过来的时候看你夹下皮来了哦。好。 哇，做金沙哎！那是最疗愈的发面。没错。妹妹姐，哎，有人讲你当场看过阿舅妈吗？有一样吗？韩剧底都有看过吗？你妹妹懂不做泡菜？妹妹，而且感觉你有卖烧酒。做啦。佢特別佢講佢嘅跳絲也會做啦，那邊經驗能做一下。哇，真嘅，家福哥是真的有在幫忙。哎呀，你哥數到很強。 有哦。哇，呀嘅，人入到嚟金沙，唔是通過啊哦。愛通。好呀。哎，今天就請免挑呢。家福佢家福哥慢條。好，謝謝。那一路。你做一路。做過來啊。他是叫你去，不是拿給他。
妹妹姐，你是不是最爱家福哥的老师？肉身啦。妹妹阿勇，家福哥你出框了。哎，那家福哥，你最好妹妹姐嘛改。最喜欢那几月的当一三川小小。睡觉又可以抱抱，又很温暖。现在上了年纪不敢了。看下金山，今天哈，你金山你炒肉哈，你用鱼泡哈，这样个香气怎么就出来？哎呦，嘿，你煮咧哈，最后说不用个蒜头，还又不用蒜头，我改种米头。金山一定要蒜头。张伟雄啊。可是黑公以这个汉堡骨的创意来说，我们算很有创意。对啊。然后可以边一个hin呢，可是我们的泡泡为什么有一种不会消的感觉？其实这样比较变得还活血，它会越来越香。哦，它现在是最香的时候，青熊的青熊我写差不多，冇会跳久哦。差不多。你总得过火，你必须的。炒高头不吃过了啦。啊面我强下炒吗？有啊。汉堡骨我强下皮吗？用的种。这叫豆蛤了，这叫豆蛤了就好呀，这叫豆蛤了。对。记得喊用芦笋那风吹条呢。有没有？哈东来呢？拉，我会帮我还没哈东。拉这里。他2只手。好了，可以倒了，我觉得。不可以升起来了，不可以升起来了。不可以改。不。妹妹菜。家福哥你很可爱呢。家福哥。有。你弟今日係來上電視嘅節目喎？弟啦。弟弟會今天啦。一家之主。哎呀，这看起来董卿给炒板条哎。哎呀，从饭挂该种板条。哦，要不要加那个腐牛混呢？是。吃米通。是差不多这样。差不多了嘛哈。阿舅妈冇吃过梅头的。不用试吃。没问题。好干就好料啊，够一料哦。其实我去到2位哈，我觉得好荣幸。我们现在是时光倒推了吗？冇，跟肉拍啊。来见啊！怎么还在见杏鲍菇？哎，你们想不想站在这边看看？怎么了？很疗愈，因为你打白底款该串叉，点餐的时候你都是站在这边看。哦。但站在这看冇穷用呢。可是它这个肉排好香，很香哦。纯肉的哦。蛋白质的。choice 的又糖的哦，该 choice 的等级嘞。我觉得人家都会买东西是不计成本的。有没有算过成本啊，冰冰？我帮你看，有没有？人家口南豆，人家串叉，跟一家差不多皮豆钱啊，140哦，140也很划算。你这个肉排，嘎子头的木屑给串烫哦，属于小龙散发嘞。你那个早午餐店中间加一个肉排500块，而且那个肉排还组合肉嘞。哦，我没有讲哪一间呐，哈，附近的啦。纯肉的 choice 等级，你的餐车会不会用太好了？好玩呐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玩。你总胜利很都好高啊！待会是一个人一个汉堡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，看来美妹姐吃不了。你也吃。疯掉了！只要买孩子妈妈煮的都好吃，今天的要特别好，以上过后反对。节目效果担当啦。纯肉的 choice 等级，你的餐车会不会用太好了？好玩呐，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玩。你做生意係為到好高啊？快樂啊！嗯。其實餐車冇簡單以外，可是它也可以到處去旅行啊。有啊，高雄啊、台南啊、台中啊都有。很多人都是因為餐車去參加那個活動。對。待會是一個人一個漢堡嗎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。看來美妹姐吃不了。你也吃。功效了，功效。哎，那你有时候假日会去跟哥哥幫忙嗎？沒有，我也要會。他假日也很忙。還要顧店。有沒有買年報名呀？報名你有我啦。這故事要先準備好哦。我都報名參。都來打畢業關到哎。單位有門難嘅就好安全安優討。我們打電話打到西門町去啊，因為我的本專有畫跟客家話有關的小插畫。走在記起一下，因為愛用動小，而且是演繹哈味，而且剛好你貴些糖落皮之後，我發現跟海陸腔又都有相像，跟海陸腔蠻像的，比較接近。這個已經太厲害了。對啊。不過哥哥，你2個漢堡排，你準備6個漢堡皮嗎？幹嘛？3重奏。
这3大口哦，好，可以组装了。越冲就係做2種口味。所以只有其中2个汉堡有肉排。嘿，对，另外2。国谦不喜欢吃肉排，我吃荤，他吃素，昨天才是15號。他只吃素食界的干贝而已。干嘛？哦，银翼酱，对，那个人当国宴酱。像这种酱，它如果预热，是不是也会变糊？会吗？唔会，唔会。也可以是庆年前啊，那个坐餐车的机缘是什么？电影《昆田洋》个5星主厨快餐车。好，那好很浪漫呢。安用身法安强哎。哦。那有因此认识什么好对象吗？么？天然度嘿，天然呐。慢慢来。但是应该会有很多非常神奇的故事哈。嘿，安有头啊，丢出也被夯啊。而且5星主厨快餐车是真人故事。嗯。好，差不多，我们去倒数了。好紧張。好，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來試試看下最杯面一關，那部凱賓斯卡爭掉咯。用煮太厲害耶！傳統嘅漢堡菇變出安樣嘅料理，仲厲害！好優雅哦！而且大家都練習當久嘅哦，成果驗收一下。來，試試看下你風吹嘅料理。哦，你啊真緊哦，非常嘅好看，4代行嘅經濟已經看到韓國。哎呦，你係板條嗎？好脆。有哈。當脆當有口感誒。有蠻 juicy 哦。而且大家檢查超多檔口，非常的綿那種，規個都有包覆到，還沒吃到好吃的，非常的輕鬆。對啊，家父講你知道嘞？只要買孩子媽媽煮的都好吃，今天的又特別好。買對面的好朋友啊，今日人啊你的加油什麼的條，所以講要同佢口味特別好吃。以上報告完畢。節目效果擔當啦，整個非常好食啦。因為家下吼阿姐老來講，妹妹姐說，哎呦，貴家變相哦，貴家禮拜都食漢堡菇，你就知道他練多久。係啊，你前一妹會食嗰啲金沙嗎？冇金沙，不是恆春的，並沒有金沙，就淡水那種鹹蛋而已。特別恆春是發現是你冇事了。哦，凍貼片，但用腐用高粱未凍好。好，食睇嘅金沙嘅漢堡菇以後咧，稍稍咧試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嘅漢堡。3重奏啦！大沙都冇強壯啊！人當牛肉。好，來，哇，不可能期待我一口吃吧？不可能吧？好吃哦。這個醬，這個肉，而且加個漢堡菇放在那邊，很凸顯出來。你那個國宴的醬，懂後生哎。我剛剛不是有說下手不要那麼重，怎麼會那麼好吃呢？因為裡面有10幾種香料去搭配。魔鬼街下用咗50條片挑梅，大家又發現到好食到吼，女明星都可以不顧形象，下巴有一條醬都冇點差嘞。真的嗎？對啊，它有個特寫。哎，家福哥，你下巴有一條醬哦。報告我的隊友，你看蔡明倫媽咪，漢堡3重奏，杏鮑菇啊，漢堡菇3重奏。因為他們住3重。啊，唔需3重奏過來。我呀對手哦，要帶好朋友啊，要不做出在無法講，5星級飯店住的咩，然後也差唔多。孩子跟媽做會靠神，然後有這個對手做會靠神。因為今天這個有試過，你不要發抖。沒同期咯。有試過，牛胸下，因為有牙開，牛胸有牙開胃菜啊，狗胸下啊，所以說今天促成我們這個。要那1對2元啦，遠可能還有3層肉。唔敢先，政治人物就是繞了一圈，哈，冇答案，我覺得回答得非常好。還有不過其他都講款一下，其他就鰻魚嗎？鰻魚也好吃的，嘿，剛好一個中式，然後一個是西式的。對，要用結合起來，而且你們的這個印尼的醬，本來你
大家大开眼界，因为台港可能的某些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美食的文化交流。好，两位真经非常厉害，不过风吹嘅阿哥阿姐没摩擦到哪一位哦，都在最尾是否我们都给天呢，给你看哦。紧张的时间到诶，都在成绩不很用班呢，师傅风吹抢本分数，满分。好，首先都看一下冷水得到几多分，全部付出，没满分。真是师傅抢公平。哦，亮竹呢，真嘅係纯糖菜嚟啦。我喜歡這種杏鮑菇炒那個金沙，啊，唔過基本嘅就係用湯嘅，很清爽。啊，適當咧，我冇試過嘅每套，試過嚟切當好食。啊，那個漢堡咧，而家杏鮑菇就剪到哦，有個煙冒出來，哦，就有個鍋氣嘅每套，再來去燒那個醬咧，滴度哦，非常的入味，當好食。做這個漢堡等很成功。來探看一下兩個，也風吹嘅金沙杏鮑菇做了當香啊，個金沙有炒過。當然，吃到嘅杏鮑菇切較盤一絲絲咧，你湯過去炒啊，可能會更加有口感，會較香。係啊，即係一絲絲建議啊。但是啊，做整體做得當好，當清爽，嗰個當網有香味，所以我判3分。啊，冷水那邊呢，第一，我做佢挺有特色，係夾個印尼嘅醬料當香，佮再加上夾個杏鮑菇剪到正一當香當醬，所以我判佢3分。兩組都被票等候都是滿分。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嘍！恭喜！開始間呢都表現到10分的厲害哦，一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得到6分，藍吹得到8分，先來恭喜藍吹咯！好，恭喜藍吹，了尾得到係總冠軍1000扣，恭喜！啊，你風吹呢沒10分厲害，也得到嘅一個獎品係大容量鑄造鈦金鹽不粘鍋。哇，太容量哦！拿作以後練習一下。你個是不是他對我轉應？幫你煮本母牛孩子的媽吃，好嗎？好，他安靜了，守口如瓶。先來問一下哈，因為一家之主哦，動手要營業客家人來到現場，你看喺大家當到嘅美食本大家分享，講一下你今日參加嘅感想嗎？因為平常時按照本地到客家人因為工作的關係啊，你對到啊你要用客家杯、公杯啊，做東西啊，用發單嘅就係要頭。其實營業客家人哦，到台灣其實動圈，冇買動台嘅政策，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的文化交流。啊，偉強呢？那可不可以教一下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，像印尼的一些簡單的客家話，有冇能夠譬如講打招呼嘅時節啦？打招呼應該大家都一樣，都講吃飽嗎？我們今天吃飯了嗎？都會電話一來就是吃飽嗎？就我打回家，我媽媽打給我也都是會講吃飽嗎？吃飽嗎？這樣。那比較不一樣的。我覺得硬講還蠻有趣的，因為像硬講，我們的意思是，就是你脖子很硬就講不聽。哦。特別阿麗的硬講是講你有骨氣。對，一個正面，一個比較反面的意思。所以行擺吼，其實你按攏一個，哎呦，你懂硬講哦，而且問講你從來回來誒，假設英語來朋友就是謝謝了，謝了再聯絡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兩三。睇下來呢，問一下今年美妹子兩擺來參加新的樣板，我睇下講一下。千粉魚來參加，認識大家，啊，幫我學到兩種嘅菜，還個認識一家之主嘅兩位主持人，帶來幫我到添歡樂，感謝感謝。這個效果擔當係兩個孩子的爹，親小可哦，家福哥兩擺參加新的。好好啦，開始給報告一下。參加這種節目機會是我孩子的媽媽給我的。真的。那我今天能夠受到大家那麼熱情的款待，來感謝一下所有的工作團隊，師門太家。家福哥，你平常都會選幾啊種禮儀報告？我做副理長。跳出來啊！副理長還是？理長就是孩子的嗎？沒啦。副理長。哦，要李總聽未來的李長，好，支持你。董方毅，按支持你的來。
谢谢。望你哋哦，看到去时沙吼就啲哦，一家之主就好安用起哦。無論你係兩公婆，也係兩空兄弟，都歡迎所有嘅朋友共下來參加比賽哦。冇唔錯，咩做得用人嘅演示哦，做一個單位啦吼，共場素材人呢共下來，激出不一樣的火花。還加重要咧，咩看一下菜體嘅美食特色都帶有嘛嘅哦。一家之主帶你共下來報名分享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再見。